之前上堂嘅時候，我哋教咗好多坐同埋站立嘅下肢運動。其實除咗呢啲運動之外，瞓喺床上面或者瑜伽席都可以做一啲簡單運動，去鍛煉核心肌群同埋下肢肌肉，同埋伸展腰部同埋腿部肌肉。點解要鍛煉核心肌群同埋伸展背部肌肉呢？有冇人發現有時候你嘅腰痛會伴隨住膝痛呢？其實兩者有機會有關聯㗎。有時候膝痛未必係因為膝關節而導致嘅，可能係因為椎間盤嘅病變或者骨刺嘅增生，令到神經線受壓所致。另外，我哋膝頭哥或者髖關節出現咗問題，例如疼痛、活動受限嘅時候，我哋嘅身體會改變姿勢同埋步姿去補償。呢啲改變會令腰部承受更加多嘅壓力，久而久之會引發腰痛。所以我哋要強化核心去調節下肢嘅動作，減少膝關節喺活動嘅時候受到嘅代償性壓力。而家我哋會做一啲簡單嘅運動示範。第一個係橋式，有助鍛煉臀部、核心肌群同埋大髀後側。準備姿勢為雙腳屈膝，腳掌掂地，雙手自然擺喺身體嘅兩側，將臀部向上抬起，直到膝蓋、臀部同埋肩膀成一直線。喺最高點停留1至2秒，然後慢慢將臀部放返起始位置。重複動作，做3組，每組做10下。我哋而家開始做第一組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休息10秒，然後做第二組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休息10秒，然後做第3組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第二個動作係直膝抬腿，有助鍛煉四頭肌同埋核心肌群。準備姿勢為左腳屈膝，右腳伸直，雙手自然置於身體兩側，然後右腳抬高，停留大概3至5秒之後放鬆，之後慢慢返去起始嘅位置。左右腳重複動作，做3組，每組做10下。留意呢個直膝抬腿係有2個版本可以俾大家選擇嘅，簡易版本就係每一次腳踭都會落地。如果想挑戰困難少少嘅版本嘅話，可以試下每一次隻腳落嚟嘅時候，腳踭都唔會掂地嘅。而家開始第一組。
我哋會首先做咗右腳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9、10，休息10秒，然後做第二組。一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休息10秒，然後做第三組。一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完成晒右腳3組之後，就可以換邊轉左腳啦。做第一組，一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休息10秒，然後做第二組。一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休息10秒，然後做第三組。一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第三個動作為蚌殼，有助訓練臀中肌。準備姿勢為側躺喺地下，雙腳屈膝合在一起，手叉腰，將上方膝蓋打開，保持足部拼在一起。左右腳重複動作，做3組，每組做10下。我哋而家做咗左腳先，第一組。一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
休息10秒，然後做第二組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休息10秒，然後做第三組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做完左邊之後，我哋換右邊做第一組。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休息10秒，然後做第二組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休息10秒，然後做第二組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第4個運動為腰背轉動，有助伸展腰部肌肉。準備姿勢為雙膝屈曲，腳掌掂地，慢慢將腿、臀部、腰椎扭到一側嘅遠端，然後翻返去另外一側，保持上背部同埋肩膀平放喺地下，左右兩邊重複各10次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。第5個動作為抱膝，我哋首先會做單腳先嘅，有助伸展腰部肌肉。準備姿勢為右腳屈曲，雙手環抱住右大腿，左腳放鬆伸直，然後緩慢地將膝頭哥抱向胸前，保持呢個姿勢大概10秒鐘，感受到腰部嘅伸展。重複左右腳各10次。1、2、
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換左邊，再重複多一次10次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
10。第6個動作為抱膝，今次係雙腿嘅版本，有助伸展腰部肌肉。準備姿勢為雙腿屈曲，雙手環抱住大腿，緩慢地將膝頭哥抱向心口，保持呢個姿勢大概10秒鐘，感受到腰部嘅伸展。重複10次。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最後一個動作為伸展後大腿，準備姿勢為將右腳屈曲，雙手抱住右大髀，左腳放鬆伸直，緩慢地將右腳膝蓋盡量伸到最直，直至有拉扯嘅感覺。慢慢將右腳返去原位，重複左右腳各10次。1、2、3、4、
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好，之後換左邊繼續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